也不是什麼稀奇之物，不过大而已。啊，请南后關上門，拉上簾子。这究竟是何物？竟如此稀奇！这就是在西域名声大噪的夜明珠。大王到！大王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怎么，爱妃才1日不見寡人，就急不可耐了？大王1日不來，這殿中少了王者的氣息，臣妾是坐立不安的。寡人身上的氣息，真有那麼好？臣妾只要聞到大王身上的味道，便難以把持。奇女子，大王莫急，臣妾給你看一樣稀奇的東西。難道在這世上還有比愛妃你更稀奇的東西？你真壞，大王請。這是秦國獻上的西域珍寶夜明珠。好東西，果然是個好東西。秦王對大王如此恭敬，大王是否也應該給他一點面子？此事麻煩得很。那個秦王現在想要與我楚國聯姻，每日纏着求見，弄得寡人心裡很是煩惱。這還不簡單嗎？楚國公主多的是，隨便指派一個給他便是了。眼下我楚國正要與其他5國結盟來對付秦國，這個時候我怎能與秦王聯姻呢？更何況這個秦王指定要娶的還是我楚國的嫡公主。唉，這可就難了。嫡公主只有一個，既然5國要和楚國聯盟，嫡公主看來只能嫁給他們了。不過秦國也是大國，怎能隨意開罪呢？是啊，現在最好就是有什麼辦法可以讓那個秦王知難而退。臣妾倒是有一個辦法，不知可否？什麼辦法？果然是個好辦法，你不愧是寡人的金繡智囊。謝大王。寡人要好好的賞賜於你。那大王要怎麼賞賜我呀？你說寡人要怎麼賞賜於你啊？我不知道。姐姐先來。這2日宮裡可熱鬧了，據說各國君王開始派使臣帶着重禮來面見大王，人來人往的，可忙壞宮裡人了。他們進宮說的是面見大王，可心裡不定打的什麼主意呢。姐姐，你怎麼不說話啊？他們打的什麼主意啊？姐姐說呢？我不明白。姐姐是裝不明白。他們可都是來向楚國嫡公主求親的。姐姐還不借機到前面大殿去探探究竟，說不定與哪位君王就真有緣分呢。你一味混說，越說越出格了。妹妹也是為姐姐好，嫁人不比選衣衫，可由着性子更換。若是不投契，這輩子豈不都委屈了？也是，耳聽為虛，眼見為實。人人都說秦人虎狼之人，可上次你我在東市
見到的那個秦國生意人，卻謙謙君子，英武得很。姐姐对那老伯真有意啦？你老是叫人老伯，可舒儿明明看他没那麼老。再說，人家救了我們的性命，應該也是一個有仁有義的男人。萍水相逢，這種有仁有義也算難得。不過要配姐姐嘛，總得左手揮筆安天下，右手持劍定乾坤吧。舒公主，舒公主，你這丫頭疯什麼呢？大王要在大殿給公主招婿呢，而且還聽到一個跟舒公主有關的大笑話。跟我有關的笑話？是何笑話？聽前面的人說，大王打算召秦王今日午後進宮。召秦王進宮，與我有何干係啊？當然有干係。大王命膳房的言女，就是那個宮裡醜陋出奇的廚娘，扮成嫡公主的模樣，在楚宮大殿跟秦王相親呢。真的？婢子倒想編排，可是也編排不出這等故事啊。虧得大王想得出來。不知那秦王會如何去應付那醜廚娘？弄不好會鬧出些魚目混珠的事來。那秦王怎麼會娶個醜女當王後啊？這難講，她可是當今楚國的嫡公主呢。天籟之音，一方山水養一方人，難怪楚女嬌美多情。妹妹，那個秦王怎麼那麼面熟啊？哪裡是面熟？他明明就是那個搭救你我的秦國生意人。為了楚秦聯姻，秦王千里迢迢來我郢都，足以表明誠意。只是這婚姻全憑緣分，不知舍妹與秦王是否有緣呢？久聞楚國嫡公主蘭心蕙質，花容月貌，嬴駟傾慕已久。今日舍妹恰巧在宮中，秦王若不嫌棄，寡人把她換來一見可好？嬴駟三生有幸，願一睹嫡公主風采。請舒公主來。是。楚王，請。秦王，請。